爸，我等来。富贵啊，是你哦！啊，你要等来，咱无先敲一下电话啦。哦，真好，真好，真好。师傅，富贵啊，伊就是你的小弟富贵哦。我拄安尼形容看你嘛吼，哦，还有安尼串一个，我想讲你哪会转来咧？啊，你食饱未？哦，是。即摆恁大兄阿尚哦，伊收一个师啊，或者阿乱啊，吼，伊咧煮菜哦是偌好食咧，我叫伊啊煮一顿来请你。阿乱啊，嘿，阿乱是我的师啊，我伊的师傅。爸，啊？免麻烦啦，我食过。哦，哎呀，啊是讲你公司都遐无闲，啊你若有闲人转来？我这个等来是为着你啊。为着我？为什么？你不是替妈妈做一台奥多拜？连你也知哦？这是讲谁甲你讲的？是我讲的啦。阿文，是你哦？感谢贵哥，今天让大家赚饱饱，谢谢贵哥，不用客气，大家尽量喝，玩得开心一点啊！干杯！啊，今天台股创新高。这是恁爸甲恁哥，还佫有嘉庆这几工仔烧互恁买，拢偌久无做白的啊！恁爸甲恁哥虽然嘴无讲，其实因拢真想你。恁嘛真久无看到因啊，恁若感觉忝嘛，就转来。王家祖公祖妈在上，子孙富贵转来啊！感谢祖公祖妈的保庇，我伫股票顶悬有赚一寡钱。不过我感觉真空虚，我感觉真无意义，所以我决定要转来做一寡代志。知啦，趁钱济啦，唔免臭屁甲伊嫌的啦。嘘，妈，我转来啊！虽然讲我2岁的时阵你都离开啊，不过逐年的母亲节，学校拢叫阮做礼物，我无妈妈通我送，我拢家己留咧。即马我做一届送互你，才会康耐心吼。你会当夹伫个奥多摆顶悬，一定足歹。对啦，阿基啊，富贵啊吼，甲你缘哦有较浅啦。啊，不过哦，我甲你讲，富贵啊哟做友好的哦，这点哦你着爱放心啊啦。啊，即摆富贵啊都已经倒转来团圆啊，啊你啊爱保庇咱王家，啊一家大细，大家拢会当平安。啊，佫会当顺势，安尼啦，吼。好啦，好，安尼好，来，搁再啉茶，来，起来，我再叫你啦，你叫你啦，你啦，你真正，来，安尼几时转来对，吼。阿芬啊，看袂出来咧，想袂到你伫私底下甲富贵咧联络哈。你唔知影代志多，我自细汉看伊甲大汉，甲亲家弟仔共款，感情有偌好咧。